4月微風輕拂，花香四溢，好似喺度輕輕咁告別，亦都好似喺度迎接緊新嘅開始，令成個畢業季節都充滿咗希望同埋感動。呢個亦正如我哋嘅心情，總有依依不捨，亦有滿心嘅期待。回望6年嘅學習旅程，我哋喺課本嘅字裏行間尋找知識嘅寶藏，喺操場嘅汗水裏面體驗堅毅嘅精神。正如歌詞所說，還直撇見證在成長的秘密，鉛筆刻上紙張的印，陪伴一生引領着夢裏人。呢啲文字唔單止係我哋學習嘅痕跡，更加係我哋努力實現夢想嘅見證。在此，我哋要代表全體畢業生，感謝老師嘅悉心教導，你哋用耐心同埋智慧，為我哋嘅學習打下堅實嘅基礎。
感謝父母嘅支持同埋付出，你哋嘅鼓勵讓我哋可以勇敢面對挑戰，亦都要感謝同學們嘅互助同埋陪伴，因為有你哋，校園生活先可以如此多姿多彩。我哋更要感謝東華三院為學校提供各方面嘅專業支援，使我哋擁有多元發展嘅學習生活。如今我哋學有所成，未來我哋將繼續追求卓越。作為東華三院培育嘅新一代，我哋會憑住東華精神，勇往直前，成為一個敢於創新、堅毅不屈、負責任感嘅人。畢業唔係結束，而係新嘅開始。願我哋帶住喺小學所學到嘅知識同埋良好嘅品格，勇敢邁向中學嘅新旅程，繼續書寫屬於自己嘅精彩篇章。最後，我哋要多謝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博士 JP、曾慶業主席同埋各位嘉賓蒞臨參加我哋嘅畢業典禮。祝願各位畢業同學前程錦繡，各位來賓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多謝。
秩序12唱校歌，感謝小學聯校弦樂團及管樂團、聯校武術隊及東儀嘅精彩表演。今日嘅表演節目已經完畢，請全體起立，唱校歌。